这台水公司和基隆市政府昨暗伫咧暖暖福安宫头前的大排水沟发现到垃圾油，环保局表示讲，这是对一间成都公司排出来的，下晡就依照水污染防治法加罚60万。不过这毋是11月27这水道水拍开有汽油味的主要原因。那台水公司是讲呢，已经无接这基隆河的水啊。目前暖暖和仁爱区因食的是西四水库的水，也阁会当冻10天。基隆市暖暖区顶来福安宫头前的大排水沟仔边，大型的怪兽对这个沟仔底污染土，油的污染是浮出来，加上用吸油棉、炸油素冻起来，不流向基隆河。市府赶紧作业，就因为车里暗时环保局甲台水公司沿河道会开时发现油污染比较深检。我们就在正方仓储进行巡查，那我们也确实在它的地面上发现了大面积的不明的白色液体哦。那在今天早上的9点钟，我们再次到了正方仓储的现场，那我们确认这个污染物确定是从正方仓储的这个地方所排出。环保局讲，这项藏毒的污染事实明确，依照水污法罚60万。基隆市长谢国良讲，这污染甲11月27到入家户的油污即阵无关联，因为11月27对倒位流出来也伫清查，医院等待检调来调查。虽然是环保局片面判定，但几乎很确定，并没有直接相关联。但无论如何，它都是污染了基隆河，也就是我们的取水口，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部分还是要必须对它进行裁罚跟做相关的移送。在发生油污染的事件，台水总公司李定来对台中来到现场指挥，强调已经全面停止使用基隆河的原水。也暖暖净水厂接受西溪水库全量供水，执法由生产净水厂调度每天支援大约1万吨的水量。像我靠西溪水库供水的暖暖区甲仁爱区较悬的所在，现阶段也使维持大约10天的供水稳定。目前来讲，会用到西势水库的水大概是只有1.6万吨，所以我们预估了大概应该是可以维持差不多10天的一个供水的一个稳定。台水强调将无影响供水的情况，先来进行污染水质的检测，确认无问题向市府报告，市府也认定合格，就会来启动取水，希望2天内底会使恢复正常的取水。记者综合报道。